暗时啊，光线较暗，那骑机车对安一路要转庆平路，因为需要抬转，所以交通局特别正式夜间闪光的警示，除了有效提醒机车组停等的位置，嘛因为先利用 T 字路口已经提供的人行道空间来使用，所以嘛顺续提醒沿路人注意有加一坎避免跋倒。今天主要的记者会是主要是为了加强那个在机车停等区的部分哈，我们做一个光字的展示哈，可以加强用路人知道说停等区的位置，以及可以加强用路人他在行进间那个辨识说，旁边有车辆在停等，然后提升整个路口的安全性以及辨识性。目前其实我们有别于新北市以及桃园市哈，我们是创先采用太阳能灯泡，这样子可以不用通电，而且它也不受地形位置的限制。目前我们本市目前是选示那个，我们主要是由庆平路以及安义路，以及那个在台南转运站前的那个公园路哈，我们做目前先优先做示范。除了交通局参考外观车经验，改成避免用供电的电具较容易故障。不过到底成效如何？目前只选择安平甲公园路台南转运站两位来试办。如果民众反应拢袂歹，则评估伫其他条件许可的路口扩大办理。台南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。